深圳有咩好玩？最近我就去咗呢一間潮玩運動館，有超過30個項目，唔限次數咁不停玩，性價比幾高，仲可以真係玩足一日㗎。價都係189蚊一位，都幾抵玩。有 lock 架提供，重點係完全唔需要排隊。門口位有太極同埋一啲桌上遊戲，仲有幾條獨立嘅保齡球場。下晝時間基本上係完全冇人可以任玩㗎。而呢一度呢，就係休息區啦，玩到攰嘅時候就可以睇下人哋玩飛鏢同埋射擊，好啱一大班人嚟去玩啊！呢度有超級多射槍射箭，好考驗你嘅準確度。呢個我哋係研究咗好耐都唔識玩。前面就有 3D 嘅電影院，不過我就唔太推薦，好大風，吹到頭都痛。每45分鐘就會有一場。有籃球機玩，不過都超難過關。仲有跳舞機、卡丁車新手上路，隔離就有獨立嘅唱 K 房。而呢一個位呢，就係俾人哋去打機啦，同埋玩一啲賽車嘅遊戲。不過賽車遊戲好似長期都有人玩緊，玩到攰呢，就可以坐下啦，同埋出去食下嘢再入返嚟。最搞笑呢，係有得玩騎馬，不過我自己覺得都幾恐怖、搞笑，有啲離心力。另一邊呢，都仲有 VR 啦、碰碰車啦，同埋 War Game 都超級好玩。你保重咯，你保我保重咯。有冇頭？碌慳啦，佢就。快啲啊！計緊時啊！射喺側邊。企都冇晒你啦！唉，勁試下你 ，OK，Let's go，開始。我唔知啊，好慘。錯晒全部。耶！係咪 good 啊？我嘅表現係 Cool。A。我係冇林博士啊！我係冇林博士啊 ！OK，打敗咗全國69%嘅玩家。咁勁？一半到你，你用翻呢 F 頭啊！之後咧玩下玩下燒個卡路里啊！
我已經消耗咗16扣你啦，如果踩翻1個鐘做 gym 啊！那边有人，我們走過去看看。你好，歡迎來到口不歡愉。小心前面的三